稀为贵，当寻常的芭乐成了红色般的宝石，身价立刻大不同。农场主人钟明雄夫妻每天都得来果园巡上好几回。像这个是中果期，好，像这个差不多6分熟，像这个差不多8分熟，像这个是宰长昂。你看它皮肤的光泽度都不一样，有没有？像少女不准窥探般，老板娘拆了套袋又赶紧包回去，不能见红就采。这从夏威夷引进和台湾红心芭乐嫁接后的新生种，产量很有限。天的量大概是50斤，50斤，对，一天的量。都是用宅配的，或是到现场来买这样子，然后用预约方式。因为我们注重品质，没有熟的我们就没办法卖这样子。所以总是供不应求。每年10月到隔年4月是红芭乐的盛产期，半年的产季，老客人都懂得要预约。我们早上巡了一趟果园其实收获非常有限，对不对？对，今天主要采这些了，就只有这一些。其实这些你真的装成礼盒没有几盒还有吗？还有吗？还有冇呀？卖掉了。卖完了。对，所以真的供不应求。对。总有一些表皮损耗的水果入菜是养生趋势，把红芭乐切成丁，无论是糖醋、酥炸、入浓汤，都别有风味。大致上有10几道左右。那陆续还在研发当中。色香味俱全的红芭乐餐，果真引人垂涎欲滴。碍于产量，能尝到的客人不多，农场主人倒也坚持不涨价，回应死忠客户的支持。虽然我们供不应求但是我们卖23年来都是一斤卖100这样。没变过啊，价钱？没有，因为都是老客户，对不对？小农经营不求利润，但求美味能让人流连忘返。还有冇？買條咧？還有冇？買條咧？